11月12日是东突厥散历史上两个近代共和国的成立纪念日，于1993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散南部维吾尔传统文化发源地喀什噶尔成立的东突厥散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于1944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散现代文明之萌芽地伊犁成立的东突厥散共和国。11月12日对于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点燃独立火焰的东突厥散人民为重新获得自由，并在这种意志的激励下，经过多次和长期艰苦的斗争，分别于1993年和1944年2次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但是这两个政权在当地中国军阀和中共的军事入侵以及苏联的政治阴谋配合下被推翻。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并最终占领了东突厥散共和国，剥夺了东突厥散人民的命运。中共后来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散自被中共统治以来，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维吾尔人的生存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共政府为了实现其对东突厥散的永久霸占，用尽了各种邪恶的手段来对付维吾尔及其他当地人民。显然，如果不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东突厥散国家，西东突厥散共和国目前的独立就永远不会摆脱危险和威胁。我们希望尽快建立我们的新共和国。德国议会举行了关于世界宗教自由状况为题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2018-2019年全球发生的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会议由德国议会副议长克劳迪亚·罗斯女士主持。来自7个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全球宗教自由的现状发表了讲话。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人的问题在会议上屡次提出。基督教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议会议员马克苏·格鲁贝尔第一个提到维吾尔人的处境。他说，中国正在建立集中营来严重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然后，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议员在讲话中提到中国侵犯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同时，11月9日访问德国的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与世界维吾尔大会领导举行了在线对话。应美国国务院领事委员会主任的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领导和美国官员之间进行了在线对话。美国驻慕尼黑总领事梅根女士也出席了会议。人权组织学者在危险中于11月10日宣布，维吾尔学者热依拉·达乌提博士获得2020年勇气思考奖。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著名的维吾尔研究学者热依拉·达乌提教授于2017年12月在中国失踪。热依拉·达乌提是新疆大学的教授，国际公认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专家。热依拉·达乌提博士以自己的工作和勇气而受到认可。他被中国当局关押在一个神秘地点。美国当局表示，美国副国务卿拉克奇本月20日将带领美国团队与台湾进行经济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并表示，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台进行一切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停止提升美台实际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总统蔡英文发推文称，我们期待在首次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对话中扩大与美国的牢固经济联系，这是我们战略合作的又一里程碑，为更繁荣的世界建立更紧密的台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总统选举检票工作继续。根据大选预测机构最新数据，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胜出，多得3张选举人票。
他的选举人票总数因此上升为217张，但这距离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仍然太远。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已经拥有279张选举人票。几天前，美国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均已宣布拜登已经胜选，但特朗普始终拒绝承认败选。只要有候选人率先在全美538张选举人票中拿下过半270张，即可入驻白宫。